吴总在开机仪式以后，是不是就要回上海了？你越来越棒了啊！谢谢大腕夸奖哈。准备的差不多了。好，吴总、张总，那我们开始吧。请。开机仪式正式开始。有请关锦天导演和书记女士预祝我们剧组开机大吉。大伙儿都精神点啊！导演、春丽小姐，导演主唱有请。最后这4场戏呢，变成夜戏，好吧？然后呢，群众演员呢也不要那么多，因为就是到时候太混乱，好吗？就这么着吧。啊。然后呢，4场这个夜戏呢，到时候你灯光的话，给我稍微打的那个有一点，好吗？导演，吴总您送走了。哦，好了。哎，张总。对。今天我们要拍的这场戏呢，是说这个刘玉明扮演的这个角色，在他的女朋友离开他以后，心情非常难过，独自一个人在河边徘徊的这么场戏。看起来非常简单，但是对演员的要求非常高。哎，好，要不然我们就开始吧。啊，摄影怎么样？可以。一鸣怎么样 ？OK， 导演。来，准备试拍了啊！安静啊！来，可以。好，开机，来开机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没什么问题吧 ？OK， 来换场。导演，可不可以换一个机位再来？哎，等一等，等会动。我是想拉着我的背，然后拍这些建筑物，因为之前我和女主角我们2个会经常在晚上来这个地方，那现在是分手以后第一次来。行，就按一鸣说的再拍一遍。好嘞。哎，谢谢导演。好，来，各部门准备啊，咱再来一遍。来，王宇，催一下场了啊！抓紧时间。快点要不然我现在就把他支走吧。明儿再说吧，晚上还一顿饭局呢。他在这儿太碍事儿了。愿意看就让他看呗。听你的。来了。张总你好，你小子每天很准时嘛。张总，从今天开始，您的行程由我来安排。我们可以先去故宫，再去颐和园。如果您不满意的话，也可以去鸟巢或者水立方。喝水。谢谢张总。张总，不知道你对这样的安排满意吗？这些年对工作很卖力气吗？想不想在出去之前跟我聊聊？张总，您说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觉得挺愧疚你的，因为当年是我介绍的江天威给你认识，如果不把他介绍给你，
就不会有你们后来的合作，也就不会让他认识秦冰，你也就不会经历那么一次痛苦的分手。你跟秦冰分手之后，我去找过你，可是一直没有找到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觉得我还是应该把心里的那份愧疚说出来，别的难受。所以我今天不管你接不接受吧，我还是要说一句对不起啊。其实那事跟你没有关系。你把江天威介绍给我是为了帮我。过了那么些年之后，才发现当时的自己有多么的幼稚。再说了，当时有很多事儿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。你小子真是长大了啊！那什么，张总，哎，你小子别跟我玩这些外交辞令啊，我可不喜欢听。以后啊，真没人的时候啊，我还希望你像以前那样，就叫我骑士，或者二哥。二哥，老三，我再次看到你们的时候啊，是在电视上，1年多前的一个颁奖典礼上。你说老大拿金人奖那回吧？对啊，你不知道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两个的时候啊。哎，等会儿，老大那在台上是又领奖又致辞的，我在观众席就一个镜头。是啊，可偏偏就被我给看到了。那一瞬间啊，我就明白了我和一鸣，包括你之间的关系。什么关系？一句老话啊，打碎骨头连着筋。那天晚上啊，就是高兴，那种感觉只有亲人才能体会得到，比我自己获奖还高兴。那你怎么不跟我们联系呢？想过，没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你可别忘了，我当时走的时候那可是人民公敌啊。后来一鸣终于成功了，我更不敢奢望你们会像我想你们那样的想我。我这个人啊，还是害怕被拒绝。也对。不过说实话，我们应该也挺想你的。那为什么要叫应该也挺想我的呢？我们总是会提起，但又不敢承认，这就是想。二哥，原以为在咱们这群人当中，谁都会有问题，就你不会。现在我错了，你也不容易。哎，秦冰好像也在北京呢。不知道。老三，咱们以后啊，还是少讲往事的好。没事儿，我没那么脆弱。这个对，你呢，应该算是我们这群人当中最坚强的，基本上呢，可以和打不死的小强算是一个级别的。行了，这话我收着，当你夸我啊。哎，二哥，你是真的变了。现在的你就和3年前的老大一样，谈笑风生，幽默风趣，
我觉得现在跟你在一块的这种感觉，比以前舒服多了。哎，为什么是3年前的一鸣，而不是现在的呢？现在的老大和3年前的你一样。哎，这话可别跟他说啊，他非灭了我不可。他可以正面理解吗？你是夸他现在比以前更成熟？我就是这个意思，二哥懂我啊。怎么样，晚上喝点？酒就不喝了，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看个话剧？话剧？东海，快点，都晚了。高峰期已经很不错了。二哥，这不是梦妮吗？走了，开演了，快走！哎，辛苦了，今天。导演辛苦了，都辛苦。赶紧收拾一下，咱们晚上吃宵夜。大家回去好好休息啊。我们先走了，先走了，拜拜。谁呀？这是？把手拿开！别闹了，把手拿开！海，干嘛？还真是你！真的是我，快让我看看。都当导演了，别这么没素质。可颂，妮子，我说你现在厉害呀，重逢导演孟妮儿导演了。哎，这么长时间你在干嘛呢？怎么没找不着你呢？我一直都在上学，国戏导演系。国戏，大学可以上2次吗？我上的可是研究生。研究生啊？啊，你比老大还厉害，他才本科。你自己忙什么呀？我呀，我弄了一个。我先接个电话。行。